弟兄姊妹，主係平安。2個月裏邊就能夠遇到10年難得一見嘅暴風雪2次，的確唔簡單。今日就係恩泉，正係恩泉11週年嘅日子。喺11年前嘅2月22日，教會正式加入咗浸信會，到而家啦。咁11年當然唔係簡單啦，係咪？唔單止係當中唔係一個短嘅日子，但係亦都同時唔係話好多年日嘅歷史。今日其實係11週年嘅崇拜，但係因為呢場風雪，考慮到崇拜後呢，風雪嚟到啦，咁我就同教會執事會傾過，我哋用好考慮到長輩們，考慮到揸車弟兄姊妹崇拜完咗係風雪中翻屋企咧嘅危險啦，咁所以呢，我哋就取消咗崇拜後嘅聚餐外宴慶祝。咁但係雖然呢取消咗，我哋係延期到下個主日，所以網上嘅弟兄姊妹，我哋只係延期聚餐慶祝，但係今日仍然係11週年崇拜。咁我哋咧為到恩泉咧嚟到去感恩啦，神帶領我哋度過咗11年啦。我唔知你記唔記得你11歲嗰陣時，你嘅心情係點？恩泉11歲，其實裏邊好多故事，係咪啊？可能喺你嘅印象裏邊，你由5、6歲，你會開始記得嘅有印象做一啲曳嘅嘢。然後咧，到喺11歲嗰段時間咧，發生好多你印象深刻嘅嘢。例如我咧就被我媽媽追住嚟到去教訓啦，我印象深刻啦。恩泉都係有好多故事。雖然冇辦法同大家一一嚟到去講，但係咧，我今日嘅題目就已經講出咗11年行過嚟嗰條路，其實係恩典之路，係嘛？所以我嘅題目叫恩典之路。係啊，麻煩你。好，唔該晒。咁我就藉着哥林多後書1章14到17節咧，同大家一齊勉勵。冇辦法講晒所有恩泉故事，但我盼望咧呢一個嘅11年裏邊總結嘅時候，真係想俾大家知道係神嘅恩典，係神嘅恩典，係因着耶穌基督。咁喺我進入講恩泉嘅呢一個崇拜信息之前，我哋有一個嘅演奏嚟到作為一個禮物獻俾我哋嘅神。我將時間交俾小弟兄。
呢個今日請弟兄演奏呢一首曲，就係送俾神嘅11週年嘅小禮物。有啦 ，freeze 咗。頭先 Nathaniel 弟兄演奏嘅歌名就係呢一首蕭邦嘅 G 調第1號敘述曲，係一個講緊呢故事嘅一首歌曲。喺當年呢個波蘭嘅音樂家，佢國家喺動盪嘅時候，佢流亡在外。喺流亡嘅時候，喺艱難掙扎嘅時候，佢作咗呢一首曲。呢一首曲特別嘅地方係咩呢？佢有幾個同大家係啦，講少少啦。就係開頭你哋聽得到好柔和，係咪？好舒服。但係當佢咧開始進入歌曲嘅講述個故事嘅時候咧，你會睇到佢帶着好多情緒。好多掙扎，好多拉扯，咁然後咧去到高潮咧，嗰種澎湃爆發式嘅，係佢內心呢個作曲家蕭邦佢內心嘅嗰種嘅心情。佢面對國破家亡，面對呢啲又唔係國破家亡嘅，不過喺呢一個嘅動盪嘅國家動盪不安嘅日子裏邊，佢嘅心情就表露無遺。但係去到結尾咧，你會聽得到啊。係好唔一樣嘅，同一般嘅演奏。咁佢最大嘅特色係咩呢？就係有兩方面。我自己嘅領受呢，喺呢一個歌曲裏邊呢，就係第一，當一個呢個音樂家佢面對國家喺呢一個苦難災難動盪裏邊，對佢嚟講係一場苦難，連佢自己都要流亡在外。但係俾我哋睇到，當佢嚟到去作出一首咁樣嘅故事音樂嘅時候，講緊一樣嘢，弟兄姊妹，困難苦難其實唔係結束，好多時候苦難反而係一個開始，係咪啊？喺苦難裏邊先嚟到睇到一個嘅重新嘅開始。另外呢，佢嘅結尾，我問 Nathaniel， 我話你覺得呢首歌最特別係咩？佢話結尾。事實上係真嘅，結尾亦都係呢首敘述曲裏邊咧最 popular， 即係最出名嘅地方。但係佢唔係單單因為好難彈嘅結尾，而係個結尾俾人一個感覺係咩啊？好似唔係完美啊？點解呢？我去查過，原因就係講到呢一個作曲家佢嘅內心世界，就係佢認為其實故事未完，其實故事未完。佢呢一個結束帶出咗就係話故事仲未完結，所以今日我邀請佢演奏呢一首音樂，亦都係想同大家去帶出去分享。恩泉經歷過好多唔同嘅艱難，嚟到今日我哋雖然今日係慶祝11週年，係咪？但係故事未完，因為我哋經歷咗好多艱難，經歷咗好多唔同嘅唔容易嘅事。反而喺嗰個艱難裏邊，我睇到弟兄姊妹當中喺恩泉當中，越嚟越多弟兄姊妹願意擺上，越嚟越多弟兄姊妹成長。雖然當中有好多失望、好多掙扎、好多令到作為傳道人嘅我好痛心嘅地方，但係喺11年裏邊望翻轉頭，係恩典嘅路，都係恩典嘅路。我同大家講另外一個傳道人，佢個小朋友嘅一個嘅故事，呢一個故事同呢首歌好相似，就係有一個傳道人結婚冇幾耐，佢生到一個仔，佢有咗個仔，上帝俾佢個仔，好開心，佢兩夫婦好開心，好愛錫個仔，亦都好感恩。喺嗰個喜悅裏邊，佢哋用心嘅去照顧呢個小朋友成長。但係當呢個小朋友2歲幾3歲嘅時候，突然間苦難臨到呢個家庭，
呢一對傳道人夫婦面對嘅係一個非常艱難唔容易嘅階段，因為個小朋友開始越嚟越多嘅活潑啦，坐唔定啦，喺教會主日學當其他小朋友乖乖2-3歲嘅時候好乖喺度聽故事嘅時候好乖坐喺度咧，佢就會咧坐唔到啦。咁然後咧開始發覺咧有好多唔同嘅需要。咁喺嗰個過程裏邊，佢哋一方面仰望神，一方面揾特殊嘅幫助。喺嗰個特殊嘅幫助裏邊，佢哋明白一樣嘢，佢哋需要神恩典。因為呢個小朋友好多人都咁樣講，可能佢讀唔到書，可能佢將來佢需要咧嚟到去一段長時間需要特殊幫助，連大學都讀唔到。媽媽好辛苦，帶住佢喺教會唔容易嘅成長，然後爸爸呢個傳道人要去唔同嘅教會牧會嘅時候，跟住去唔同教會，但係呢一個小朋友去到邊度都係唔係一個俾人哋歡迎嘅小朋友，媽媽好難受，流盡無數嘅眼淚。喺嗰個過程裏邊，佢哋經歷緊一啲痛苦掙扎嘅階段，喺個成長裏邊非常唔容易。然後揾到學校嘅幫助，然後揾到特殊嘅幫助，然後去到6歲、7歲，當呢個小朋友一路大嘅時候，神嘅恩典彰顯喺佢身上。佢哋申請嘅嗰個嘅幫助話唔需要啦，你個仔唔再需要。去到2年班話唔再需要，但係媽媽話我好想我個仔有好嘅成長，既然得到成長，得到幫助，希望再有多1年，希望再有。但係去到3年班，政府話真係唔需要啦，你個仔唔需要。呢個小朋友7歲幾8歲先能夠去學琴，坐得定嚟到學琴，然後一年一年睇到個變化，神恩典好大嘅作為喺佢身上。佢用短短幾年時間，佢考晒所有嘅琴嘅級數，然後好短嘅時間，佢嚟到去用2-3年時間學晒小提琴嘅。喺嗰個過程裏邊，佢哋經歷緊一個家庭經歷緊嘅就係上帝嘅作為，苦難掙扎，但係苦難唔係結束，反而係一個重生嘅開始。呢個家庭更加感恩，更加專心嘅嚟到服侍神。咁呢一位小朋友就係頭先演奏嘅 Nathaniel， 我相信你哋都知。喺好多人想將仔女嘅好嘅嘢講俾人聽，好想將佢叻嘅嘢講俾人聽，但係作為爸爸喺呢一度講嘅就係想講恩典嘅路。Nathaniel 嘅成長係上帝嘅作為，係上帝嘅恩典。作為一個小傳道人，好多嘢唔能夠做，但係佢呢一個傳道人只能夠專心嘅嚟到去仰望神，專心嘅服侍神，神就用咁樣嘅恩典去恩待。所以喺呢一度阿飛講緊嘅係一個恩典嘅路，係一個掙扎艱難裏邊，上帝點樣去憐恤體恤呢一對夫婦嗰種嘅我同我太太嘅嗰種嘅眼淚。所以恩泉11年裏邊，同樣嘅係喺喜悅中我哋成立，我哋有班弟兄姊妹好願意嘅委身嘅7-8個繼續緊。所以盼望恩泉11年之後，11週年之後，有更多嘅咩啊，能夠演奏出神恩典嘅作為。今日揀咗呢一段經文同大家分享，呢一段經文係哥林多後書2章14到17節。我唔知你熟唔熟哥林多後書，但係哥林多前書我相信你哋比較熟啲，因為我曾經咧同你哋講咗整個哥林多前書嘅系列。哥林多後書係講緊保羅嘅心路歷程，係保羅嘅13封書信裏邊，哥林多後書係佢最多個人嚟到去表白嘅，
講述嘅內心嘅一封書信。所以有人話係保羅嘅個人嘅一個嘅寫俾哥林多嘅一封好似充滿感情嘅一封信。我哋講少少背景，哥林多前書提到嘅係咩呢？哥林多教會嘅問題。我哋呢一間教會係哥林多城，哥林多城當時嚟講係一個非常墮落嘅城市，係咪？我哋都知道嘅一啲背景。如果你係知道哥林多前書，佢哋甚至呢嗰個嘅道德敗壞、淫亂，係成為一個當時期呢一個代表，唔係淨係單單呢係一個好差嘅城市，而係佢嘅淫亂、道德嘅墮落、敗壞係當時嘅代表。所以有人話咧，凡係講到淫亂嘅代表就用哥林多嚟到去代表。所以你可以想象喺呢個城市裏邊有咁多拜偶像嘅神廟，有咁多廟妓，有咁多嘅呢一類嘅道德墮落嘅道德，一間係當中咁樣嘅教會，佢所面對嘅挑戰可想而知。哥林多教會面對呢一個咁樣敗壞嘅社會嘅時候，佢同樣嘅亦都受到好大挑戰同埋污染。所以哥林多前書保羅嘅去處理嘅唔單止教會裏邊好多啲結黨紛爭，保羅話為你哋嘅恩賜感恩，你哋好叻，你哋咧恩賜多到咧冇人有你哋咁犀利，不過你哋結黨紛爭。喺保羅講嘅咁多書信、咁多教會寫俾啲教會嘅書信裏邊，哥林多教會係一間最多人才、最犀利嘅最多恩賜嘅有財有勢嘅一間教會。不過呢間教會係咩啊？保羅話：我哋一齊讀好冇？3章1到2節，請弟兄們，我從前對你們說話，不能把你們當作屬靈的，只得把你們當作屬肉體，在基督裏為嬰孩的。我是用奶餵你們，沒有用飯餵你們。那時你們不能吃，就是如今還是不能。係咪好可悲？正常我哋當中有仔女嘅都知道，一歲長大會有改變，係咪啊？出世飲奶，慢慢食糊仔，跟住呢就應該食飯，係嘛？我哋之前有班弟兄姊妹喺我屋企過年傾偈，我哋講到嘅同樣都係，只有得一種人係唔能夠正常長大，係咩人？係先天殘疾嘅畸形嘅，係咪啊？係一啲先天殘疾嘅人先唔能夠正常成長。但係哥林多教會就係俾我哋睇到，保羅話你哋就係有呢種先天殘疾嘅生命，以前唔能夠，而家都唔能夠，經過無數年都唔能夠食飯，都仲係飲緊奶。1年、2年、10年、20年、30年、40年都係屬靈嘅嬰孩。弟兄姊妹，呢個就係哥林多教會俾我哋睇到嘅可悲嘅地方。保羅寫信去處理教會嘅結黨紛爭、淫亂問題、建幣問題、拜偶像問題，各種敗壞嘅事入到教會。當佢處理完之後，有冇幫到教會？按照哥林多後書我哋咧睇嘅時候咧，唔單止冇幫到，反而嗰班人仲嚟到去批評攻擊保羅。所以保羅咧離開哥林多之後咧，寫咗哥林多前書之後咧，佢有去見過佢哋，然後之後佢寫過一封嚴厲嘅書信。不過傳統我哋睇到嘅一啲嘅資料就係呢封信唔見咗，所以喺哥林多前書同後書中間仲有一封信，責備佢哋好嚴厲，叫提多帶過去。然後嚟到哥林多後書就係提多帶翻嚟嘅消息，講俾佢聽，佢感恩，因為終於喺嚴厲嘅責備，用真理嘅指責佢哋嘅問題，呢班人個心被督到，佢哋願意悔改。哥林多教會終於悔改回轉，然後改變過嚟，所以保羅感恩寫咗哥林多後書。呢度就係少少嘅背景。
保羅喺哥林多頭先講嘅，佢去到佢哋中間處理啲事情嘅時候，其實佢唔愉快，因為呢一班人對佢好多攻擊，好多批評，對佢唔單止信唔過佢嘅為人，仲特登扭曲佢嘅人品，扭曲佢嘅對教會嘅用心，所以佢好痛心。但係佢對呢間教會，佢作為一個牧者，佢仍然充滿咗關切、憂心，因為佢知道佢係一個真正嘅愛錫佢哋嘅牧者。所以保羅喺嗰個過程裏邊，佢雖然有唔愉快嘅經歷，但係佢個心長期都係關心呢間教會，而且呢間教會令到佢憂心嘅，除咗頭先講嘅嗰啲教會嘅分裂、教會嘅衝突、淫亂、墮落、世俗嘅風氣、拜偶像嘅問題各種之外，另外令佢最憂心係咩啊？多咗一啲假嘅教師喺當中，表面上講真理，表面上講聖經，表面上教導教會，佢哋咧要做領袖、做老師，但係教出嚟嘅咧，卻係世界嘅墮落嘅文化觀念，破壞緊教會，拆毀緊教會，將教會帶到去世界當中。所以保羅唔單止佢哋攻擊保羅為人，貶低保羅嘅嗰個身份角色，抬高佢哋自己，令到佢哋喺教會多啲利益，為名為利，對教會帶嚟好大嘅破壞。但係保羅從提多帶翻嚟嘅消息，佢話教會終於悔改，弟兄姊妹成長咗。所以呢個係佢內心裏邊今日要講嘅經文啦，就係喺第2章14到17節裏邊，14到16節係講緊咩啊？係講緊保羅佢嘅信心嘅轉捩點喺邊度呢？就係當提多講俾佢聽，弟兄姊妹生命成長，就係佢對神充滿咗感恩。所以我哋一齊嚟睇14到16節，佢話感謝神，常常率領我哋喺基督裏邊誇勝。點解啊？因為之前就係教會面對咁大破壞、咁多艱難嘅時候，但係佢話喺耶穌基督裏邊得勝咗。呢度有少少提醒。嗱，我哋一齊嚟到去睇一睇，讀14節好唔好？兩個唔同版本，我哋一齊讀。請感謝神，常率領我們在基督裏誇勝，便藉着我們在各處顯揚那因認識基督而有的香氣。然後我讀下邊嗰度，但感謝神，他時常在基督裏帶領我們這些作俘虜的，走在海船嘅行列中，便藉着我們在各處散發那認識他而有的香氣。兩個唔同嘅譯本係咪好大分別？有分別啦，係咪啊？新漢語係照原文意思咁樣翻譯過嚟。同和合本好唔同，佢有個但係咩啊？就係一個轉變，就係一個開始，就係另外階段嘅開始。教會好艱難，但係有咗新嘅開始。頭先我講述小弟兄嘅成長有開始，有苦難，但係神嘅恩典臨到呢個家庭，係嘛？佢有轉變。恩泉經歷咗唔同嘅掙扎，唔同嘅艱難，但係咩啊？有恩典，但係呢種誇勝喺邊度帶出嚟嘅係咩啊？係喺耶穌基督裏邊。所以呢種信心嘅宣告就係再多嘅痛心掙扎無奈，但係原來喺耶穌裏邊都可以咩啊？得勝，靠着耶穌得勝。呢首詩歌相信好多人都識唱，係嘛？海船嘅情景呢，喺呢一節裏邊呢，保羅呢頭腦裏邊佢寫嘅時候，突然間。前面佢講緊嘅佢一啲嘅經歷一啲事情，但係嚟到2章14節呢度，突然間佢好似停咗，突然間諗起啲嘢。呢個係保羅嘅作風，好多時候寫書信佢寫下，突然間諗到啲嘢，但係其實係咩啊？根本就係喺嗰個主題裏邊，佢想表達嘅一個嘅信心嘅宣告，就係頭腦出邊一幅圖畫，就係當時羅馬軍隊去打仗贏咗，捉咗好多俘虜。當佢咧海船入翻嚟嘅時候咧，喺行列裏邊咧，
軍隊將軍騎馬帶住啲軍隊一路行喺街道上邊，咁然後後邊咧綁住好多嘅俘虜慢慢跟住行。咁咧喺呢啲街上邊好多群眾喺度睇，咁咧兩邊咧好多香氣，亦都有一啲嘅講法咧，就係話咧要求佢哋有時咧都會要求呢啲俘虜每人攞住啲香，一路行啲香氣一路散開。所以咧，保羅就睇到幅情景，佢就話：我哋呢啲咧，其實就係俘虜。因為當哥林多教會攻擊佢嘅身份、攻擊佢嘅時候，話佢自高自大各樣嘅時候，佢話其實唔係，其實我係耶穌基督嘅俘虜，其實我係耶穌基督嘅僕人。其實咧，我咧就係呢一個嘅耶穌得勝嘅行列裏邊咧，我係有份喺當中。我喺耶穌嘅得勝裏邊有份，而且佢身上散發香氣，係咩香氣？係耶穌基督嘅香氣，就好似嗰啲俘虜行緊嗰個行列裏邊攞住啲香氣，嗰個將軍俾啲香氣要佢哋帶住。佢話我哋就係散發緊呢啲香氣，但係按照經文嘅一啲嘅解釋咧，有人咁樣嚟到解釋呢一個原文意思。佢話作為基督徒唔係身上邊有單單係有呢啲香氣，佢話其實耶穌基督嘅屬於耶穌基督嘅人，耶穌基督嘅信徒，佢哋本身就係香氣，唔係單單身上流露出散發出香氣。佢話其實耶穌基督嘅信徒本身就應該係一個香氣，當你行到去邊度，香氣就散播到邊度。弟兄姊妹，係咪好寶貴嘅一個提醒？但係我同大家講啊，呢一個字香氣呢個字呢個詞，其實喺上下文裏邊咧，喺後邊再出現嘅時候咧，係講緊啲氣味，唔單止香氣，仲係一啲嘅氣味聞出嚟，一啲氣味係咩氣味咧？原來係一啲時候係香味，喺啲時候係臭味。呢個係一個好大嘅提醒啊，係咪啊？係一個好大嘅提醒。佢話原來對於耶穌基督屬於耶穌基督嘅人嚟講，你可以散發出嚟嘅，俾人哋聞到係香味。但係原來係某啲環境裏邊呢一個詞可以指係臭味。咁究竟我哋散發今日恩泉散發出嚟嘅、散播出去嘅，係基督嘅馨香啊，定係我哋世界帶嚟嘅一啲臭味呢？我盼望11週年之後，恩泉嘅成長能夠可以散發嘅，無論你去到邊度散發出嚟嘅，都係基督嘅馨香。所以求主幫助我哋。然後16節唔單止係咁樣，佢話呢種馨香係一個帶著一種權能。佢話喺某一啲人身上可以令到人活，係一啲人身上可以係死亡嘅香氣。其實正式嚟講，唔係呢個香氣會叫人死叫人生。如果上下文去睇嘅時候，你會發覺係在於嗰啲人。原來耶穌基督嘅福音透過我哋傳開散播出去嘅時候，耶穌基督呢一個馨香嘅生命透過我哋散發出去嘅時候，同呢個世界唔一樣。咁喺呢個世界裏邊有兩種人，對呢一個香氣嘅回應有兩種人，一種係咩啊？接受，一種接受。而呢種接受嘅人呢，呢個香氣喺佢身上呢，就成為一個活嘅香氣。然後第二種人係拒絕。咁無論你嘅福音點樣傳，無論你嘅生命點樣顯露，對於呢啲拒絕嘅人，佢就唔會有呢一個生命嘅活嘅香氣，反而係死亡嘅香氣。弟兄姊妹，今日短短幾節經文，我係希望我哋恩泉成為一個勉勵俾你哋，盼望恩泉喺未來嘅日子，我哋能夠可以記得我哋嘅身份，我哋嘅職責，亦都記得我哋係帶著呢個嘅權能。人點樣選擇，我哋冇得揀，係咪？唔到我哋講。但係你係咪流露出馨香嘅香味呢？你嘅生命係咪傳播緊真理呢？呢一度就係講緊。所以保羅話有邊個登得起呢？通常呢一個問題咁樣問嘅時候，當然係冇人登得起，係咪啊？自然諗嘅就係
當然冇人登得起啦。可以叫人生叫人死，邊個登得起？但係唔係。教會嘅職責，教會嘅權能，講緊嘅就係哥林多後書去到下文第3章就係話，其實我哋登得起，係因為喺神裏邊，我哋有呢個權能，藉着耶穌基督，我哋做得到。即係話我哋登得起，係因為呢一個職分，係因為神呢個嘅大能嘅福音，唔係我哋有咩本事能力，而係我哋有呢一個權能，福音嘅權能。弟兄姊妹，唔好妄自菲薄，唔好睇小。恩泉的確經過11年，而家仍然係充滿艱難，係嘛？侍奉嘅人單薄，教會嘅物資單薄，教會崇拜人數單薄，各方面不足。但係你要知道，恩泉係耶穌基督嘅教會，佢係帶着權能，你同我亦都帶着使命同埋責任。願神嚟到去幫助。喺未來嘅年日，你要記住，你唔係普通翻嚟，單單翻嚟崇拜嘅一個普通人，你係承擔恩泉嘅一份子。最近同一啲侍奉嘅人員嚟到分享我嘅心聲，我盼望恩泉11年之後，接咗呢個11週年，我哋能夠有一個新嘅成長。唔再係以前咁樣，無論對侍奉嘅態度，無論我哋對人嘅態度，無論教會嘅文化，我哋都要有討耶穌嘅喜悅，我哋都要用一個屬靈嘅，而唔係屬世界嘅文化。求主幫助。然後睇17節，保羅再講翻佢自己，因為哥林多教會嗰啲假嘅教師、假嘅信徒呢啲異端攻擊佢嘅時候，佢有一個回應。佢話：弟兄姊妹啊，你哋分辨下，你哋嚟到去自己檢視一下、監察一下。保羅話：我同佢哋有咩分別？我用心牧養你哋，然後佢就嚟到去講呢個就係新漢語嘅譯本。佢話：事實上，我們不像許多的人，呢啲許多人係咩人？就係嗰班假嘅教師攻擊佢嘅人。佢話：我同佢哋有分別，係咩啊？佢話佢哋攞神嘅真理，攞神嘅道嚟到去咩啊？嚟到去售賣啊，嚟到牟利。個分別，第一，佢話保羅話我唔係嚟到去出售真理，佢哋係鬥賣緊一啲嘅假貨，佢哋將世界嗰啲所謂聰明叻嘅嘢攞喺教會度賣，係為咗佢哋嘅利益，係為咗佢哋嘅名、教會嘅地位、身份同埋益處。保羅話我哋唔係賣假貨啊，我哋唔係賣假貨。第二呢，佢話我哋唔出賣福音啊，呢一班人出賣咗耶穌基督，亦都出賣咗耶穌基督嘅福音。佢哋只係為自己嘅肚腹，佢哋喺教會巴巴閉閉，但係其實佢係出賣緊耶穌，佢破壞緊、拆毀緊教會。今日呢一個時代，我哋睇到教會開始荒涼，亦都好多各式各樣嘅墮落嘅入到教會，係咪啊？好多教會、好多宗派都受到污染，好多教會都受到污染。但係弟兄姊妹啊，教會呢一個時代今日仍然有一群忠心嘅僕人，你哋要學識分辨，因為咧你俾人呃咗都唔知。哥林多教會就係俾人呃咗，所以保羅佢話我同佢哋嘅分別，請你哋睇一睇，你哋就知道。正如上次中傳道喺呢度講，佢話嗰個嘅真錢假錢係咪啊？佢話你唔需要知道啲假錢點樣假法，你淨係知道真就得啦。你只係知道真嘅，你淨係知道呢一個牧者係點樣嘅為人，你知道呢一個牧者講緊嘅係咪真理，定係掛羊頭賣狗肉，定係佢淨係緊張自己嘅薪金，緊張自己嘅生活，淨係講緊自己嘅一啲嘅為咗個位，為咗個權。究竟佢講嘅係咪真理？弟兄姊妹啊，保羅話相反，我們卻是出於純潔，係咪啊？佢話嗰班係牟利嘅，嗰班係嚟到兜售假嘢嘅，但係佢話我哋係存着純潔嚟到神面前，憑着基督講嘢。呢個說話其實就係講道嘅意思，講緊真理嘅意思。佢話我哋係純潔。最近喺唔同嘅信息裏邊，弟兄姊妹，我都講過好多次，
我哋個心有冇乾淨？係咪啊？教會有冇乾淨？我哋個心對神對人有冇純潔？其實我哋嚟自唔同嘅地方，喺一間教會，我哋都有我哋嘅缺點，有我哋嘅脾氣，我哋都會有我哋嘅軟弱，我哋都會為教會各人每個人喺教會唔多唔少都帶嚟破壞。其實呢個係必然嘅，因為我哋係罪人，聚埋一齊。但係阿飛喺呢度唔係要你哋以後咧，每一個翻到嚟咧都話我哋係死黨，我哋係知己，我哋係生死之交。其實唔係，人同人相處好難，係咪啊？我喺呢度想用保羅講嘅，我哋要用純潔嘅心嚟到去講真理。教會唔好掛羊頭賣狗肉，唔好講假嘢。教會唔好流露出散播出臭味。我哋係用乾淨嘅心彼此對待，唔係要你做知己，係要你乾淨。我求主嚟到去幫助恩泉，我哋承擔咗使命，呢個係唔可以質疑。呢間唔係一間只係開咗禮拜日打開門等人翻嚟呢度可以開開心心做個崇拜，係咪？千百萬間教會想見到你哋成長，我想見到你成長，我想見到你哋蒙福，我想見到神對你哋嘅獎賞。但係教會存在唔係為咗要你嚟幫下手，要你嚟侍奉，而係要一齊建立一間榮耀神嘅教會，而係要一齊嚟到討神嘅喜悅。盼望我哋能夠明白嗰個分別，願神嚟到去幫助，唔係單單為咗要你幫手做啲嘢，而係要我哋能夠一齊榮耀神。最後恩泉嘅恩典之路，今日嘅信息就係恩典之路。恩泉恩典之路亦都係我對恩泉未來嘅一個盼望。我嘅盼望係咩？其實喺每一篇信息我都帶著一個期盼，但係呢一度我係藉着今日嘅經文俾恩泉嘅鼓勵，俾你在座嘅網上嘅弟兄姊妹鼓勵係咩啊？帶着信心嘅，你一定要知道，我哋仍然將來會面對好多艱難、好多挑戰，係咪啊？好多我哋冇辦法靠自己嚟到去度過嘅，但係你一定要靠咩啊？耶穌基督。靠着耶穌基督，仰望耶穌基督，我哋能夠發出信心嘅宣告。就算喺極艱難裏邊、極窮裏邊，我哋仍然靠着耶穌咩啊？誇勝。我哋唔好失去呢種信心。另外就係帶着耶穌嘅馨香，要記住你同我本身就應該係耶穌嘅馨香，去到邊流露出嚟嘅係香味，向周圍嘅世界散播嘅唔係臭味。仲有，我哋要有純潔嘅心嚟到承擔呢一個使命。你同我都係福音嘅使者。保羅佢話：我唔係你哋所講到嗰種自高自大，我係卑微自己。點解？因為我係耶穌基督僕人，係耶穌基督嘅奴隸，係耶穌基督嘅俘虜。佢喺唔同嘅書信用唔同嘅身份嚟到表達佢自己。但係所有呢啲表達就係咩啊？耶穌基督就係佢生命嘅主。我盼望耶穌基督都係我哋每一個帶領我哋誇勝嘅，我哋生命嘅主，係恩泉嘅主。我哋低頭祈禱。差天父，我哋多謝你對恩泉嘅帶領。11年嘅日子唔長，亦都唔係短，當中充滿咗各種嘅故事，充滿咗各種嘅艱難掙扎，但係同時亦都充滿咗各種嘅喜悅。神啊，願你嚟到去施恩。當我哋今日一方面我哋感恩嘅時候，我哋亦都思想神，你讓恩泉存在喺呢個地上，你要建立呢間教會，你嘅心究竟係點？究竟有咩係你想要？我求神你幫助我哋弟兄姊妹能夠體恤你個心，能夠摸到你個心。我哋唔係只係翻嚟有間教會禮拜日翻下，方便我哋翻下，而係我哋既然神你將我哋擺喺呢一度，無論係咩原因，係因為方便又好，係因為語言又好，係因為
關係又好，求你俾我哋唔好忘記你有託付喺我哋身上。願主你讓恩泉能夠11歲有好嘅成長，而且唔係一個有先天殘疾嘅，而係可以一年一年成長嘅。願你紀念恩泉，願你嚟到去係今日悅納我哋對你嘅獻上，我哋將恩泉再一次獻喺你嘅面前。願耶穌基督你歡喜快樂，奉耶穌名求，阿門。